咱开始哦。定为即个1651年3月初7的地方会议吼，咱则开始读赢啦吼。来，先由长官荷兰人翻译完讲话，然后由医书吼，特殊嘛吼，按照即个特殊吼，用新港语好无人加马节和山区的语言来原住民翻译，宣讲下列的各项要点：第一，衷心欢迎因全体应允的条款来遮出席，并且感谢因这一年来伫因的公职上良好的服务。第二，现在调集这个第8次的地方会议，为着是要搁再来因来提示或者是变更几个项目。藉以促进全岛的富裕繁荣，增进大家的安宁和平。因此呢，每一个人拢必须要专心聆听，才会当明白要命令因的全部的事项，并且呢，伫适时适地来实践出来。第三，现在阮计划要按照阮的优良作风，搁再来重新任命长老，就是村社的首领，互每一个有才干德行咱昨暗有读着好品行互每一个有才调、有好品行的人、好品行的人，拢会当得到即个殊荣。不过，因大部分的人因为伫因的公职上的表现，互阮感觉还算是满意因此呢，要搁再互因留任一年，正因为每一个人拢不得摕有悬汤超过一年，所以被取代的人也莫生气，因为即种逐年换人的代志是阮政府确立的规则，就亲像因也有看到伫咧台湾的政府官员也定定咧更换安尼。第四，过去这一年因应该纳的即个年度贡赋，因为巴达维亚的总督甲议会主讲的善意任命，又搁甲因取消了。虽然迄个贡赋是因理应交纳，而且有能力来交纳的，因此足见会当看见讲是阮爱的，毋是因的物质，只是爱因顺服，而且是要爱互因愈来愈幸福利益。又搁甲因讲，设有基督教学校的所有村社也取消负担当地人学校教师的生活的义务了。以前每一户拢必须要提供规杀的册规杀的丢啦互当地人教师的生活现在即寡教师将每个月对公司来领取薪水薪金，因此以后因毋免搁再互因丢免应该是册估计安尼对因的即个好处是袂少啦所以呢，就按照下述的顺序传唤各社的长老，首先甲因解职，但是大部分的人搁再按照习惯，互因继续留任一年，并且据适当的理由来劝解因应该要遵守的责任。好，开始伫新港又搁称做塔格雷雷长老名叫塔巴塔马巴嘎、塔巴基、塔加里和塔加人。即寡人牧师 Cornelis Kopsma 证实因拢表现良好，因此拢搁再继续留任一年。命令因将来特别爱将因原住民中间伫野外的立场定定发生的即种事故
搁较公开来甲阮的荷兰居民讲，因为因对此一直非常拢评断讲啦吼。因必须要向家己属下的每一个人确实宣告即个命令。好，过来是第八家留言，长老阿里素、卡波勒和塔加勒拢搁再继续留任一年，并且劝勉因要有良好的表现。伫个大目降，长老塔基昂因为表现良好，搁再继续留任一年。而长老塔加利因为行为无检点来甲伊免职。另外，选一个名叫做摩丹嘎的人来接替伊做长老。长老拉水过身咯，选派塔巴伊亚塔马达加米尔来接替伊的位置。伊自从拉西过身了后，就暂时代理执掌伊的权汤。即寡人拢评断伫个管理该社的人，因此就训勉因，为了公司将来因一定要对属下搁较骨力地运用因的职权，表现出男人的气概，互全村社敬畏归阮。为此，因必须要以身作则，互因的属下做出良好的模样。伫大武人、长老托访、马紧和多格林，拢搁再继续留任一年。而即个塔巴勒因为通奸的传闻来甲伊免职。另外，选一个名叫做三加老的人来接替伊做长老。即寡人拢酗酒吼，拢爱啉酒啦，因此呢，拢被训斥吼，务必生活谨慎检点。咱会记得旧年吼，北区的10个有9个拢爱啉酒。因为牧师 Hamburg 捌为此来向阮控诉因吼，避免一个长老塔巴勒，因为伊非常辛劳去邀请北方山区的村社来参加地方会议，因此赠送伊3桌空安布。塔巴勒通奸吼，去互免职，但是有功劳吼。个错还错，公还公啦吼。伫小人又搁称做对阿米子，长老是阿罗曼、Victor、沙高和塔里赫，拢搁再继续留任一年，因为拢无听到关系因的控诉。伫末道又搁称做道甲达，长老是塔巴里斯、风水。伊党和瓦罗菲闹，这4个人拢搁再继续留任一年，训诫因全体。礼拜日不得做工，爱督促因社人谨守这个圣日的活动。因为牧师汉布鲁克对此严厉来控诉因吼，就是去甲荷兰政府斗啦。等下摕一下水来啉。
我伫咧想讲今仔阴暗啊吼，就今仔日要读，想的无通知啦吼，所以就是也是照读。啊，但是明仔载就休困啊吼，我要清我行李啊，无时间啊吼。所以咱今仔日是即个月最后一天啦吼，读煞过来就6月啊吼。日时上班时间，我应该是拢无时间通去读啦。啊，暗时啊就歹讲吼。啊，但是我应该嘛袂早电脑转去呢。好，应该袂读书啊，继续开讲尔啦。来继续来念即个人事命令。伫多罗国，长老是奥瑞达巴士和所谓 T 帕加利吼。这两个人拢继续留任1年，劝解因爱阻止该社普遍的即种啉酒、醉酒的即种行为啦吼，也征送所谓巴加利误导康安部，因为伊真辛劳来咧翻译，并且邀请山区的村社来参加地方会议。伫迪罗山又搁称作老斯，长老是达巴罗、卡里旺、美度和加维奥。头前3个人拢亲自来出席，但是加维奥因为破病缺席，却派人送伊的罐汤来，因此拢搁再继续留任1年。伫小塔加贝人，长老是加比古达，伊因为破病缺席，不过搁再互伊继续留任1年，因为阮听讲伊伫该社表现良好，而且伊接到地方会议开会通知的时阵，就已经破病了。伫大塔加波人又搁称作纳加诺旺。长老拉波卡和拉布2个人拢亲自出席，也拢搁再继续留任1年。是哪人拉哥的囝名叫做拉哥嘛，被选接替因老爸来做长老，因为上述拉哥脑麦就是袂诚老啦无法度搁担任公职对后翁长老是拉马拉，伊因为被一只野猪弄伤来缺席，派伊的后生名叫做维朗送伊的罐汤来。因为无听到该社对上述拉马拉有啥物怨言，因此搁再互伊继续留任1年。伫纽旺啦拉苏格兰继续亲自出席，入伊做长老，并且征送伊一道康安部。也命令伊爱转告住伫山区附近的人讲，以后不得阻止山区的人迁徙变地。像阮已经听到怨言安尼爱互因安全来迁徙到变地，甚至爱去劝导因来迁徙变地。伊答应准办。伫迪姆人又搁称作西摩拉。长老奥克隆因为破病缺席，派人送伊的罐汤来，因此搁再互伊继续留任1年。选派一个名叫做美罗的人来接替过身的长老沃雷的位置，并且交互伊一支新的罐汤，因为上述的沃雷的罐汤已经都收回了。伫阿巴泉。长老拉马拉也缺席，但是派伊的后生名叫拉巴拉会送伊的罐汤来。老爸甲无一个是拉巴拉，一个拉巴雷拉马拉一个拉巴雷就是长老拉马拉缺席啦派伊后生拉马雷来送伊罐汤来。规说讲是伊破病咯。所以就命令即个拉巴勒爱以阮的名义甲因的老爸讲，
甲伊的老爸讲啦吼，以后恢复健康，必须要亲自出席电会议，若无将会被免职。另外选别人来取代伊。伫基林岩吼，长老拉莫拉也破病，派伊的后生名叫做拉巴索朗会送伊的悬汤来。因此嘛命令伊转去爱转告因老爸，爱像对上述阿巴骚朗吼阿伯全吼舍人所讲的啦吼，因为基里干舍人捌请求来允准互因允准因换一个名叫做迪里波贡的春夏发动战争，理由是因以前去夺即个阿里山社的一个酋长的头，该酋长是因的朋友，因此对因讲，因如果若听到迪里波贡舍人有任何得意的举动，就会当以自由对抗因来防卫家己。但是因不得家己发动战争，因为上述迪里波贡舍人可能也已经是阮的朋友，或者无偌久就将会成做阮的朋友。拄则落长，我家己都毋知咧读啥。好啦，就是基里安社要发动对另外一个社战争啦吼。伫甘纳布啦吼，长老王家因为年老破病，命令伊的随从名叫做拉比的送伊的悬汤来，并且因此搁再互伊继续留任一年。对塔罗馆即个社现在分做两个村社，称做翁哥社甲塔罗罗社。长老叫做拉塔萨班加列亲自来出席。老拉乌杜就因为年老，派伊一个亲戚名叫做拉巴列送伊的悬汤来，两人拢继续来留任。后一个是对李新岩吼，长老达圭亲自来出席。李塔波勒就派伊的部人名叫做咩来送伊的悬汤来，两人拢搁再继续留任一年，并且即份因为何因的社人去年对苏拉比散社来夺34粒人头。因回答讲，是苏拉比散社人先来向因发动战争，对因社里夺一粒人头。因为即个可恶的行为，因才去苏拉比散社来报复，来扑迄寡人，杀迄寡人就对了吼。应该是因才去报复杀迄寡人。阮着严厉来责备因，并且训斥因讲，因若是被攻击会当自卫，但是像安尼的杀戮，即个我看觅屠戮即个戮。读者6
略就是台死，心思变变吼，四个拢心思啦，心思就是the body 吼。体弱是弱，破病嘛是弱，杀戮嘛是弱吼。LIOK 第8声，但是像安尼的杀戮，无甲阮讲以前不得搁再发生，对此因拢答应准办。伫马里兹社，长老阿米拉米亚亲自来出席，互伊继续留任，并且赠送伊2块空安布，因为伊引出一个新的尚未缔合的阿松果罗社的酋长，叫做马里斯来参加即个电话会议，要来含公司结盟。有一个名叫做阿泰的人是马里兹社长老的随从，阮也赠送一领笔记簿的3到15袋空安布。伊是对即个缔合上骨力、上出力的人吼，也是引带即个新的村社加兰加社来参加电话会议上主要的人。关系此事将会伫下面来叙述啦吼，叙述。我直直哈去，大家爱困。对阿松果罗，这是一个真大的村社，是伫个马瑞兹社东方3日的路程的所在。阿松果罗吼，以前从也未缔合过。迄寡长老名叫做塔波的帕拉纳含奥克隆加，因拢来出席即个电会议。要来含公司结盟，并且要来要求互因灌汤，甲灌汤互因了后，就如同其他福尔摩沙的村社安尼来接受因来做公司的朋友甲盟友，并且来赠送即个长老每一人2袋空安布。上述长老有早一领低工的袍要来交阮，来成做归属阮的标签。大家对我哪来吃无？好食。对卡兰加，这是一个约有20户的小村社，是由山区的一寡居民来编队建造的村社。以前毋捌参加过电会议，长老的名叫做塔波伊，现在亲自来出席，要来含公司结盟，因此也交互伊一支公司的官汤，并且顺利来抗免因爱有良好的表现，来嘛赠送伊2袋空安布。对拉萨吼，这是一个伫咧边地新造的7户的小村社，长老名叫做拉巴勒，伊亲自来即个电话会议请求，互伊一支罐汤，所以就交互伊一支罐汤，入去做长老，并且像对加兰加社人安尼抗免伊一番，也赠送伊3袋空安布。劝勉他一番，代志是要安怎翻啊？我拄则是直接抗免伊一番，但是怪怪吼。伫邦加人长老叫做烧鸡破病，甲你讲诶，讲伊破病吼，派伊诶查某伊诶囝婿炸着伊诶罐汤来，罐装来，歹势，所以就互伊继续留任。因为该村社
因为改写户口诚多，因此另外立一个名叫做阿姆的人来做第二个长老，并且交予伊一支罐汤。9:58，今仔日应该会当甲这读完了吼。伫塔里姆是塔多伯安和塔加拉杰阿里斯两人拢继续留任。杰亚里斯亲自来出席，而即个多伯安吼，是因为年老体弱，由伊的后生叫做塔比萨古的代替出席。这两个人因为牧师 Vertricht 伫嫌讲因伤贫惰，所以就严务训斥，并且命令因务必改进吼。塔里姆伫土库又搁称作教文吼，塔拉贝罗马亲自来出席，互伊继续留任。伫即个塔拉贝里安吼是过身咯，因此入伊的兄弟名叫做塔卡拉希巴勒来接替伊的位。伊自从失去伊的兄弟了后，就一直代为饲用迄支罐汤，代为啦吼，代替伊啦，摕即支罐汤。因为本来是因阿兄吼，因阿兄过身嘛吼。过来是达巴因又过来和巴巴拉舍人同居，因的长老叫做塔巴亚曼、甲塔贝罗耶和塔哈杜罗三个人拢亲自来出席，也因为因的好行为，拢搁再继续留任一年。伫阿里山又搁称作塔拉克巴彦吼。我看一下阿里山敢有。阿里山族语，即个族的语言叫做苏西欧亚纳吼，扫即个扫台语要怎讲啊？我要找即个阿里山，看伊古早名是安怎叫。我即摆是查七迈阿里山乡吼，古清五凤乡。拢无讲起。好，我要查是阿里山塔拉格巴彦。找无。塔加拉巴彦。
好，找无即个古地名啦吼，塔加拉巴彦阿里山的古地，因为我伫咧想讲，这到底是毋是就是即卖阿里山？我咧看起来应该是吼。塔巴罗曼自从原来的长老塔拉贝乌斯过身了后，一直代为退役提用迄支quyền杖，现在确立伊做该社社长。伫咧巴西干马里干啦吼，塔加拉切拉布斯和塔萨里老两人拢亲自来出席，拢互伊继续留任。塔加拉顶头写做塔加拉吼，切拉布斯拢无早权杖来即个地方会议，因为伊伫咧前来此地的村社伫遐听着讲要召开地方会议的消息，伊无想要搁转去早伊的权杖，因此伊被严厉来斥责哦。伫荷兰人有个称做德内塔加巴拉贝欧罗和塔加巴拉贝多巴达两人拢继续留任，并且征送拉贝多巴达两岛康安部，因为牧师 Vertrich 继续证实伊服务国家，就是牧师甲俄罗啦吼，又搁因为有两个长老拢已经有教业通管理该社，因此名叫做塔贝尤罗的第三个长老，因为伊粗野无礼生活，无适合担任长老，所以该收回权杖，并且该免职。伫多巴咧波阿达吼，达哈林多亲自来出席，因为伊的良好的表现，征送伊两岛康安部，并且来继续留任。而即个塔贝亚巴西则因为好酒啦吼，爱啉酒，由一个名叫做塔杰多拉的人来取代伊的位置，劝勉即个人爱有良好的表现。塔杰多拉是毋是拄则迄个荷兰人？伫咧多巴勒巴彦，他切蒂利阿巴和他切蒂利路斯吼，两人拢来出席，所以互因继续留任。伫巴拉巴耶斯达加拉塔基尤利斯1，因为伊的良好的表现和旧年相像，搁再继续留任来做长老。伫塔基斯又搁称做利林吼，塔加拉、塔基丁和塔贝都多两人拢来出席，拢互因继续留任一年，也搁再一次来叮咛因讲，对伫无萨探访团队 Elias Peterson 这项事，因全社的人拢会当。总算会当得到免得受处罚咯。因此，因必须要严加管束因的社民，以后不得搁再发生这种可恶的代志。顶顶，伫特恰拉吼，有个称做大督塔萨多尔普格罗和塔加亚塔杰德吼。两人拢来出席，互因留任。伫大武郡和卡加尔特加堡，这两社现在已经合作伙。长老是塔罗堡和塔波德利。头前即个亲自来出席，而即个塔波德利是派伊的仆人，名叫做达加鲁鲁的。大家对煞袂记。伫大武郡吼，和卡加尔塔
塔切布吼，这两社现在已经合做一伙。长老是塔波罗啊和塔波德里，这两个亲自来出席。而这个塔波德里是派伊的部人名叫做塔加多勒哦，早伊的悬汤来，这两人拢继续留啉。伫托里纳，塔加巴士派伊的弟仔的悬汤来，派伊的弟仔早，派伊孙仔啦吼，早伊的悬汤来啦吼，所以互伊继续留啉。塔贝里莫是取代了下任的长老塔贝欧邦道的位吼。该欧巴道因为年老无适合继续提用迄支悬汤，伫咧阿索塔加都缪亲自来出席吼阿索啦吼，并且互伊继续留啉。而塔索罗就因为牧师哈巴来批来讲起即个伊喝酒的代志吼，所以就收回伊的悬汤，另外派一个名叫做塔加基的人来取代伊的位，伊一直代理饲用该悬汤吼。对波巴林两个长老名叫做塔罗奥和塔拉贝比奥拢亲自来出席，因为无听到伊对因的怨言，所以拢继续留啉。伫豆沙巴多塔卡德考拉无亲自来出席，但是派伊的仆人送伊的悬汤来，规则讲是破病，互伊搁再继续留啉一年。是大概对。伫卡加波罗罗奇，塔拉嘴亲自来出席，互伊搁再继续留啉。伫卡卡尔萨加勒，塔罗雷奥，塔罗雷奥，因为边派伊的仆人叫做多尼送伊的悬汤来，对伊的缺失指标欠伊吼，含旧年烧香，搁再继续留啉。伫多沙马多，头巴西巴格和萨加巴勒两人拢继续留啉。萨加巴勒因为年老不便旅行吼，所以佫命令一个人名叫做达加东国的人来送伊的悬汤来。阿万比奥斯长老两人拢无来出席，因为因必须要经过迄条 Pashanti Birch 的河川，大部溪的水位伤悬。我读到第三，伊佫袂记啊。多沙马多，阿万巴利斯哦，阿万乌牛兰呐吼，乌牛兰他下班亲自出席，伊是已经过身的长老塔莫勒的兄弟。该长老过身了后，伊一直拢摕用迄支悬汤，现在确立伊做行长首长的资格。歹势。乌牛兰是塔哈曼来出席，伊是已经过身的即个长老塔莫勒的小弟。该长老过身了后，伊一直摕用迄支悬汤，现在确立伊做该社长老。刀无两眼，
塔波斯欧布和欧纳西基罗这两个人也因为迄条 Passion de Birch 河川水位伤悬吼，所以就唱阿曼巴里斯下长老安尼拢无来。伫个阿曼巴里就普加利啦吼，达拉德阿博克和波基巴里博克。两人拢因为年老来缺席无来，不过因拢派因的后生命叫做高基和波基来吼，因此就拢搁再互因继续留啉。伫马萨克吼，马布沙啦吼，巴布萨啦吼，应该是巴布萨。提多巴比斯和伊的老爸过身了后，一直有摕迄支quyền糖，现在要来出席请求接续伊老爸位置，因此确立伊做该社长老。对于多利达马多大都兰社又搁称做卡马加莫雷是已经过身的国王吼。大都兰社，我定太一遍。大都兰社伫多利达马多又搁称做伽马加伽马加马瑞是已经过身的君主。伽马加阿斯拉米斯的继承人，和旧年相像，因为年岁相随无来，由伊的即个后爸名叫做丹纳贝会来载去支quyền糖来，因此命令即个塔拉贝顶面写做塔纳贝。伊讲就命令伊啦命令迄个塔纳贝伊讲，因为卡马加莫瑞的年岁幼岁，迄支quyền糖像伊早安尼，就由伊来代为保管就对啦亲自来出席的即个塔贝干达斯也搁再互伊继续留啉。伫多利巴达就是大都中社提多卡巴搁再互伊继续留啉。伫多利巴阿米线塔加拉托布旺十排一对。塔加拉塔布旺也搁再互伊继续留啉。伫水里社叫做波多的道卡拉斯派伊的仆人泰多多尔送伊的quyền糖来，搁再互伊继续留啉，但是命令伊以后必须要亲自来出席地方会议。伫沙勒塔高巴拉巴比斯亲自来出席，搁再互伊继续留啉。伫五妈达罗加因为破病缺席，就派伊的仆人名叫做基基，才变做加基送伊的quyền糖来，搁再互伊继续留啉，和旧年相像。命令即寡人爱对来往淡水和归人的5方人员拢爱算做即个带路的啦哎呀，读了还袂应该会啦伫西里恩苏隆加瑞无来，伫西里恩达老又搁称做西里恩塔基戈斯。佛杜斯和达洛两人拢来出席，搁再互因继续留啉一年。伫西里恩塔加莫萨，老大也无来出席，也无派人来。这一切拢如此办理完毕。迄寡村社伊一接见了后，也劝勉即寡长老一定爱谨守职责，有少数几个互允准互因辞职，但是大部分拢搁再互因继续留啉一年之久。就
趁着大会理由翻译员以因各自的语言宣讲下列的事项。好，咱来读伊所宣讲的事项的要点吼。17条的吼。好，因现在又搁接受的原汤，伫咧后一次地方会议时阵必须要交转来。显然，虽然伫咧地方会议还未有大规模更换长老，阮延前大规模更换长老是要为着要互因对阮的作风有清楚的认捌。因除非是破重病或者是重大事故，拢不得因为任何理由来出席地方会议，拢必须要亲自来出席。如果袂当来亲自出席，就必须要将因的原汤交互因的朋友或者是仆人来送过来，并且来说明确切的理由。因的原汤无论任何理由，拢不得交互别人或者是借互别人。就是爱弃用以执行任务，也不得展示也只好暂时借别人摕去伫咧家己城里咧做其他地方，即个算摇摆啦吼。就是用来要含要互其他地方看吼，或者是因为来往处地用来用来显示尊贵吼。每一个人拢一定爱亲自摕用原汤，并且来细腻啊保管吼，以免被偷或者是遗失吼。那安尼就要亲自来用细心交管，抱歉，那安尼就亲自用亲自真细腻来保管吼。为着并毋是为着迄个原汤吼的价值，是无爱互因即种原汤所代表的权威被大众弱化。只有因才是阮稳准并且会当享有即个权威的人。第4条，村社甲村社中间，或者是个人甲个人中间，若是有啥物纠纷，因必须要来甲互咱人来讲吼，绝对不允准因家己咧相拍战斗吼，爱由阮来裁决。不过，如果伫厝内或者是野外遭遇的攻击，因会当自话来指控到将挑衅的信，我阁袂记安怎读啊。哇！查到对，家己煞袂记。好啦，第5条爱尽可能来依护查即个挑衅即个信。混，第3声混吼，哎哟，这查过几遍混。因爱，就是因。如果伫厝内或者野外吼遭遇着敌意的攻击，因手头要摕一支吼，来自话指控到将挑衅者来置于死地。第5条，为着要尽可能来依护大众的安宁甲和平，除了迄寡阮已经允准因，或者是以后会当允准因伫咧共同的立场拍拉的农人以外，歹势。拍拉的人以外，吼，其余国社的所有村民，拢必须要踮家己的矿场来拍拉。第6条，任何家庭或者是全社人，拢不得随意迁居。
必须爱先去甲阮的居民讲，如果阮的村民吼认为讲即个检举对迄寡人是有歹无好啦吼，是有好处啦，歹势是有好处吼，而且有需要吼，所以将会可能来互因符合。不过如果有人若要对山区迁徙变大，安尼就无需要任何承认啦吼。大家哩啦。第六条就是讲袂当凊彩刷位啦吼，若你若要对山区变大，就毋免申请吼，就会使吼。第七条，若有时若人无佩带一个白箱专用的银牌进入因的村舍来行踏，因就要提阮荷兰人以后会当自由来将即寡时若人来个掠起来，带来即个城堡。迄时因每掠一个人，就会当得到空安布。也对迄寡已经设立学校并且学习基督教教育的长老讲，因必须爱对着牧师特别尊敬，也爱对探访传道甲学校教师一个接一个爱表示敬意啦吼，而且毋但爱家己的教会吼，也鼓励因的后生，也鼓励因的囡仔甲少年人爱温困伫上教堂，因为阮多处听讲即个牛，读较对。因必须爱对牧师特别尊敬，也爱对探访传道和学校教师爱表示敬意，而且毋但爱家己骨力上教堂，也爱鼓励因的囡仔甲少年人爱骨力去教堂。因为阮侪摆听到教会人来咧嫌讲因对此事无咧用心而且还佫捌安尼来嫌讲，迄寡为着即个目的来设立的用来建造教堂甲学校迄寡罚款的规定，所以就将继续来执行。因会当清楚看出讲，即寡学校的设立完全是为着因的好处，为着要互因和因的后生，内底接受到基督教的教育美德教育、真理来明白真神的道理。第九条也慎重劝诫所有长老，拢一定要家己戒除迄个醉酒的习惯用来作为即个少年人的好模样。因为阮的居民对此拢有异议歹势。因为阮的居民对即项代志定定拢有意见甚至嫌讲因有人醉酒醉甲亲像一只精神无亲像人人安尼嫌啦有时因为醉酒致到严重的纠纷甲谋杀，也佫有其他的意外事故发生，因必须要好好想看觅。如果无爱去除即种歹习惯，咱将要安怎来处罚因？第10条也因全体，并且一寡特别的人建议爱尽力去劝导，也未来和阮荷兰人缀好的其他因的邻近的村舍来参加地方会议，或者是将因带来即个城堡和阮结盟，会当因保证一定的善待因，就如同因已经侪摆看到的安尼。认真去进行此事的人，毋但会得到尊严，也会对公司得到体面的赠送的礼品。第11条，这是一个自由的地方会议，大家拢毋免惊吓丢除来参加
每一个人也会当无阻碍来离开，甚至着从来毋捌缀好诶村社，或者是迄寡敌对诶村社来诶人，也会共款自由自在。歹势，会家己自由来啦吼。我要停读者，这是一个自由地方会议，大家拢毋免惊吓吼来参加，也当无阻碍来离开，甚至还袂缀好诶村社，或者是迄寡对有敌对诶村社来诶人，也共款会当自由来去。因为即个会议为着就是要来促进大众诶好处，阻止恶意诶侵犯吼，维护和平，排解分歧甲纠纷，因此所有诶人拢会当自由来。会当自由去吼，伫开会期间绝对莫去提起我无欢喜诶代志。第12，对伫即个附近诶村社居民，不得将因诶狗放开，一定要绑牢诶，以免农夫伫个原地以及附近诶小牛、细只牛啦，被狗咬伤，而且以后爱。甲因诶腊肠要烧掉诶时阵呢，必须爱小心来烧吼，以免去损害着其他人诶树或者是其他作物，像最近所发生过安尼。第13条，当地人不得伫因诶家己诶区域之外对查其他人诶人头设单，但是会当要家己诶区域来搜查吼。也对国社所有诶长老特别叮咛，并且严格执行，讲一定要定定注意吼，爱将公司诶书信、小包、箱仔、甲篮仔等等诶物件，对一个村社确实是再送到另外一个村社，一直送到无就对吼。也爱对公司服务伫个各处旅行诶荷兰人提供热心诶协助，不得怠慢。如果阮发现有违背即个命令，就将会视同即个抗命邪恶诶国民，所以要互因严厉处罚。第15条，并且伫大会里宣布，如果有人控诉或者是纠纷，无论是关系着村社甲村社中间诶，或者是个人甲其人中间诶。就是个人甲个人中间诶啦，现在拢会当摕出来。阮将会处理所有诶代志，调解甲互双方面拢满意。第16条，因对上述各项要点，无论是关系着全体或者是个别诶，拢必须要设法记条咧，并且尽可能来遵行。如果有所遗忘吼，就是若袂记咧啦，会当去问阮诶居民，因为因对这一切拢有详细了解。第17条，最后要大会宣布，因为要伫即个电话会议处理的代志，现在拢已经办理完毕，所以允准因出发转去因的所在。不过，请因先食饱吼，先啉饱食饱，互因伫阮面头前来快乐一番。来，好，因食饱了后，大部分人暗头仔就真欢喜转去咯。有一寡荷兰人也出发转来即个城堡。长官 Verburg 和伊的随从对即暗留伫个 province 啊。好，这是第8道北区地方会议伫遮读煞吼，时间都小可超过吼，因为我敢若拄久的时间，超过2分钟。好啦，读到遮吼，咱即个月就是读到遮啊，过来就是6月才开始继续读了。好，我看应该是无做啥物笔记啦吼，无啥物好笔记的。好啦，把笔入来吼，感谢，安尼要来关房啦吼，多谢恁大家啦。爸咪，你讲有啥物话要讲？歹势，我袂记甲你扭起来。无啦吼。无。我今仔日袂记，毋是今仔日。你就好发算啊，来台湾你就好发算，就照你的时间甲我通知，我就甲大家讲。好 ，OK。我今仔日
应该讲昨昏啦，恁的昨昏，我会今仔日早起袂记咧含迄个马文参详，讲要来读书斗阵来开一个节目的即个代志，袂记咧含伊参详。后回有机会，或者是，好，讲伊是啊，伊讲伊配合你啦。嘿，或者是开讲的时阵再，若有时间开讲再来讲即代志。好，安尼，我来关房吼，感谢。好，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们。